来自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将各自的研究主题展示伫国科会举办新课展当中。这次总共有23间学校展示52种计划成果甲产业应用。地点特别选伫科技发展的当中，桂林山仑来举办。从107年到现在，我们的技专校院实务型的这些研发计划，因为有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今天从107年到现在，有超过1300件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那这个都是非常贴近产业跟实务的相关的一个研究计划。那国科会一直持续在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带动产业的应用跟学校之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才培育这件事情。透过无同的研究展示，和产官学会当交流合作，成为培育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带动台湾的科技发展。借由这样的人才培育呢，培育了将近接近4000位的学生。那这些我相信现在应该都是产业界的非常中间的干部。那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事实上，台湾被看见、被世界看见，其实最近有几件事情。当然，大家都知道，昨天棒球是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在 AI 半导体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在全世界大家都想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重要的一个产业领域。但是半导体跟 AI， 我们不是只有会做晶片而已，我们非常希望让我们的半导体跟 AI 的实力。能够扩展到百工百业，让各个产业能够透过智慧科技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带动它的效率的提升、产值的提升，以及对于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未来，国科会也会持续启动一项计划，鼓励学校甲产业投入创新研究，培育相关的跨业人才，带领产业界转型甲进步。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